係邊個同你講 best grad 嘅註冊護士係唔能夠移民澳洲或者美國嘅？呢個講法絕對唔正確。今日我就會完整地去講返澳洲同埋美國兩個國家對成個體制上面係點樣做法㗎啦。第一，我哋先講澳洲，我哋會睇幾樣嘢嘅個基本要求：年齡啦、學歷啦、工作嘅經驗啦、英語嘅能力啦，當然啦要睇埋你個婚姻嘅狀況等等。咁我舉個例子啦，我哋有個客戶佢23歲，喺某某醫院入面度做，主要係服務老人家嘅。咁而佢個工作經驗只係得6個月嘅啫，係 nursing school 出身嘅。其實佢已經達到一個最低嘅入場門檻65分㗎咯喎。澳洲嘅話係計分制度嚟嘅，total 分3個裏邊，第一189嘅 PR 永居嘅簽證，第二係190簽證，不過佢係做州政府擔保，我哋叫 state nomination。3就係491嘅工作簽證裏邊，咁佢都係 state nomination，但係攞嘅係臨時居留身份嘅啫。咁呢3個裏邊，老實講，要求最高分一定係190㗎啦。我只可以咁樣講，註冊護士嗰個190嘅分數最好要有75分或以上，你個成功率就會更大提高㗎啦。咁點樣去加分呢？最好就係如果你有興趣，就俾個 CV 我哋幫你去計分啦。美國方面有啲咩條件㗎？需唔需要有睇歲數、學歷、經驗？簡單一句，你有香港嘅註冊護士牌照，你就可以做到美國㗎啦。咁美國嗰邊係僱主擔保嘅制度，佢唔係計分嘅。長期復康中心、做醫院、診所護士、school nurse 等等都好，全部都合乎資格做紐約嘅呢個做法㗎啦。每一年嘅工資起薪啦，講緊係大約82000蚊美金一年嘅工資嚟嘅，呢個係起薪點，亦都有2年嘅合約。咁呢個就係兩者最大嘅分別之處啦。總之一個計分，一個就係僱主擔保。澳洲呢邊牌照同移民係沒有直接關係，但係我哋係會幫你去做埋嘅。澳洲技術移民無論係任何簽證裏邊都好，你個牌照我哋都會包埋㗎。美國啦唔同嘅，你一定要攞到美國嗰邊嘅牌照先能夠做到成個申請嘅，呢個都係我哋會做埋㗎啦。咁亦都要考一個叫做 NCLEX 嘅一個資格啦，一個考試啦，考到先後先能夠攞到呢個牌照啦。而呢個課程我哋都有㗎啦。呢兩個大家要分得好清晰啦。英文係最多註冊護士咧，淨係雅思做例子，原來澳洲係要 IELTS 嘅 academic 嘅 strict 7一剔過，你先至能夠計到移民分數。呢邊美國有簡單啲嘅喎，雖然都係 academic IELTS，但係要有 speaking 7分。舉多一個例子，有一個客戶佢係註冊護士，即係登記護士出身，佢唔係 bachelor degree 喎，咁樣嘅話澳洲反而做唔到。雖然佢係大專背景，美國呢邊嘅話都做到嘅。如果真係有啲年紀可能係都50歲起嘅咯喎，咁做唔做到呢？美國做到嘅，但係澳洲 sorry， 你超咗45歲呢就搞唔掂㗎啦。咁今日就分享住咁多先。如果有任何關於呢方面嘅嘢想問多啲，咁就歡迎去留言或者直接不如私信我哋。